因为郭国文为了感谢伊选区的金融企业甲工业区的业者来小停满岛文旦林果，所以特别邀请伊来服务处以颁发奖状。会中10个文旦产销班甲小农嘛做伙组织见证，场面相当温馨。据了解，今年顶个月时间，企业的人口超过5000箱文旦，高达5万台斤的数量，而且订单也在持续，嘛互立委相当的感动。希望这款的活动甲需求是维持久久长长的关系。促销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在这个量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个缘分、这个关系，大家吃了会合。以后会感觉买，安尼开久久长长啦我是拢足重视讲大家久长，农民做啊足辛苦，品质非常好。那企业呢，善尽社会责任，伊送人客嘛自用送礼两相宜的，迄送人嘛还有面子咧食得好食咧对企业来讲，中秋本来就有送礼需求，而农民特别是小农，无比农会，或者是产销班较欠缺通路，所以将需求甲资源媒合，就是双赢的方案。获得的评价也不错啦，他们也觉得，我们在地生产的也真的也代表我们台南我们台南就是文旦嘛，文旦季的时候就文旦嘛，然后玉井那边就是水样嘛，所以就是支持在地果农。那有缘分的，家己买了以后，你们平时管理很好其实咱们磨到文旦没有问题的，觉得很好吃果粒小又水分又多又甜我想大家会支持，尤其咱立委遐这认真3车马架外销内销佮加工有咧用心，大家负责啦我咱非常感谢咱这企业大家的支持，互咱这农民迄个努力有一个代价出来。所以阮日后阮会阁栽培得较好的品质，来互咱这企业共同来分享。除了内销以外，另外郭国文嘛将农会所收购的加工品协助外销日本等所在，为文旦产销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